支持家钱入家门，富贵好运引进门。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过年特别节目，我是阿明陈伟民。伫遮咧，祝大家新年快乐！透过初三、初四、初五节目哦，咱要来带大家回顾节目顶访问过侪来宾哦。讲到今年是鸟鼠年，回归到12生肖的第一个动物鸟鼠，嘿，我就想到叶天伦导演哦，因为伊有一出电视剧，或者是鸟鼠旁地请人客，讲的是大家新妇的这个问题哦。迄当阵呢，互我看哦，是看甲目屎流、目屎滴啦吼。伊咧唔那关心到本土文化甲台语母语哦，伊嘛关心到侪这个社会议题哦。就像咱讲，香港反送中伊个性别平等的这个问题，啊，讲起伊的作品，侪拢和大đầu埕有关系。所以阿明迄当阵就用天人合一大đầu埕，伦理有常，说不尽来送互导演哦。因为自细汉就伫大đầu埕大汉，翕过电视电影，拢自家己故乡大đầu埕来出发。咱讲进前，伫 Netflix 全球放送的这电视剧《双城故事》，伊透过两个城市来看在地台湾甲台美人无共款的这观点，嘛看现代都会男女哦生活态度和无共款文化之下，这个差别是伫倒位？伊个用国际这个规矩来拍片，互台湾的电视剧行入去国际哦。当初时咱台语台哦咧成立的时阵，叶导演嘛是来徛台哦，真正是斗相听啦。我会记得当阵哦，伊讲分享哦，伊做导演进前捌主持过4档的这个台语节目，佮入围金钟奖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哦。伊讲咧，伊家己是互导演耽误的台语节目主持人啊，希望有机会来咱台语台哦，甲咱开节目来说电影。咱就来看这个电影电视翕甲写叫，佮用影视国家队精神咧拍突出戏，用镜头来讲台湾味叶天伦故事，做回来看。2018年，双城故事影集，和 Netflix 买走台湾以外190个国家地区播映权，创下台湾家己制作头一个。叶天伦选择和角色用台语表现台湾的在地特色。做一个医生，唔是干那要医一个人。听无？都係你家己行過，你看過，你才会知。念念的爸爸妈妈是伫咧大đầu埕咧中药行咧做事，所以开中药行讲台湾话，这是足正常的。啊，你来的人、来的病人，还是来买药啊的这个患者，还是讲人客，嘛是讲台湾话，这嘛拢足正常的。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这个角色本来讲什么话，就互伊讲什么话。啊，语言唔是干那讲语言尔，语言就是文化。所以你讲台湾话，你的台湾的文化就真自然就会走出来。比如讲内面咧讲的中药，哦，即个汉医、汉药的即个名，因为你讲你讲的是台湾话，伊真自然，即个台湾的即个气口甲口味就会走出来。2012年，叶天伦拍《家败英雄》电影，创下上亿票房的好成绩，并且得到美国 GIFF 关岛国际影展剧情片。爱转来这出戏剧入围第47届金钟奖最佳戏剧等等5项大奖。2013年，含笑食堂金钟入围9项大奖。小年stra过来出电影和戏剧作品，让人看到叶天伦真够将台湾在地故事转化变作荧幕演出。伊认为网络无国界年代中，在地化就是国际化。讲家己故乡的故事，哦，讲家己国家的故事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在地化就是国际化，这件代志是真正存在的，哦，是真正即马阮看的现象就是安尼。譬如讲，我举例，伫咧即个网站顶头，你咧看印度的故事，你当然想要看真正足印度的，即个哇，印度人的生活是安怎？因的信仰是啥物？啊，因平常时阵食物件，因谈恋爱是安怎？有啥物甲咱特殊无共款的所在？啊，伊若是拍一个真都会，哦，即个拢是真敢若都市的，即个光鲜亮丽这种故事，啊，这哪有啥物趣味？讲话声音有够吸引人。叶天伦过去是广告界的配音金城武，
除了配音员，伊做过演员、编剧、主持人，翕过 MV、舞台剧等等。自细汉都爱电影，读的嘛是电影。毕业后，率先做电影导兵。这电影遮尔好看，比如讲侯孝贤、杨德昌，结果我拍出来，那安尼，那遮尔歹看，那拢无因的100%会好看，所以就变做讲真挫折啦。用镜头讲较侪台湾味，叶天伦要用伊的坚持，用影视国家队的精神，继续讲台湾的故事，推送到国际平台。电影电视界，甲伊咧座谈，咧大家咧讲即个台湾影视界未来要安怎行的时阵，又讲到一项，伊讲互做国家队，吼，啥物款的体育有国家队，吼，台湾的即个，比如讲警员有国家队，台湾的影视是毋是嘛有国家队？所以即个国家队的即个概念，我感觉真好，就是讲你爱甲即个影视的作品当作是全世界的观众拢是你的观众，即个部分，你安尼咧想的时阵，你的团队就是国家队，你就是爱甲台湾上好的物件翕出来。欢迎天伦导演来到咱台湾新眼界的节目现场，导演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天伦。哇，导演，现主是咧播映啥物啊？即马就是有一部电影咧准备，咧准备差不多年底的时阵要来翕，搁有2部电视剧，差不多嘛是这几个月就要开始啊。是，嘛真无用啦吼。无啦，嘛是应该爱来上你的新节目啊，所以一定要来啊。感谢。像咱台湾新眼界这个节目，不过咧新眼界节目进前，我有去对你的脚步去这个校园，看你这个分享演讲，是进前的时阵，这学生囡仔有准备着这个戏剧加排英雄，甲2点钟的这个戏剧，这个电影变做是15分钟的这个舞台剧版本。你看迄种感情感动是啥物？迄天其实迄个老师是我的好朋友啦，我们嘛是才真侪档啊。迄天去，伊小可，伊敢若前几工才甲我讲，我的学生啊有准备一段假扮英雄，应该做即个舞台剧吼，要演互你看。咱敢袂使先看了后，咱才开始规个演讲安尼。我讲好啊，其实我心肝内无想多，我想讲因为假扮英雄是2011年的代志啊嘛，我想讲。这个大学生可能拢真细汉啦，可能无啥物印象。结果迄天我看目眶红嘞。安怎讲？要安讲？我感觉迄个导演、迄个编剧伊甲这个2点钟的这个电影看了后伊真正有吸收入去，内化，变做伊家己的物件，再重新写一个15分钟的这个脚本安尼，我感觉写了真好。而且我上感动的是内面差不多，我看差不多80%以上这个演员都是这大学生。台湾话拢讲了真好，是拢讲台语，拢讲台语，台语讲了真好，而且有的可能唔是台湾人，譬如讲有的是马来西亚的，有的是这个也是讲是客人但是为着这个脚本的关系，所以大家拢来学台语。我真感动，看了感觉讲。台湾真有希望，是台湾真有希望用台语讲故事。其实咱对这 VCR 内底有看到双声故事，你的观众群佫无共款是全世界对全世界的所有观众来讲台语。是，安那你办到啊？双声故事是为差不多2年前开始嘛是这个文化部的这个补助的一个 project。迄个时阵拄开始的时阵，也未甲这个全世界真有名，即 Netflix 要来谈合作安尼迄个时阵上开始的脚本可是敢若伫咧台湾，可能伫咧台湾的电视台还是啥物所在播出安尼。但是尾甲这个 Netflix 就是这个全世界上大的这个 OTT 的这个公司，确定要合作了我都直直咧想讲，因为伊会伫咧全世界190个国家播出，我都咧想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台湾会当行出去。大家拢知影讲，台湾伫咧世界咱是无啥物这个邦交国嘛是真侪所在拢受到打压，无法度行出去。但是文化的力量就是会当从台湾行出去，
所以我就直直咧想讲，咱要用什么款的方式，会当甲台湾上水的故事、台湾上好的演员，拢甲伫即个乡下故事内面展现出来。尾啊，我就想着讲，我是爱甲乡下故事是讲台北加旧金山嘛。我就想讲台北，我是来讲我上有感情、上有感觉的大稻埕。所以甲大稻埕讲入去。啊，伫个大稻埕的故事，我就找即个汉药嘛，是。即个汉药当然就是大稻埕，恁若即马去，你就看即个真侪汉药店啦，拢咧卖汉药材。啊，你若汉药店咧卖汉药材的故事。真自然讲台语就是真平常的一件代志，所以乡下故事内面差不多英语、台语啊，还有即个华语啊，即个算是平均分配啦但是当然是华语也是小可较多一点嘛，但是台语我想嘛差不多有40%的即个空间。我感觉真骄傲啦！你伫个即个 Netflix 顶头你会当看到真侪。完全是华语的节目，但是我真骄傲讲乡下故事头一个伫 Netflix 顶悬的即个台湾的即个戏剧即个影集，有40%的台语伫内面，而且是真自然，是即个爸爸妈妈啊甲囡仔咧讲话，也是阿嬷甲查某孙咧讲话，即真自然就甲即个台湾话拢讲伫个即个台词内面，这是我感觉会当甲台语。放伫190个国家是一种里程碑啦，是一种里程碑。啊，拄则佫有讲到，即个里程碑其实是对着即个193个国家去遐做比拼。但是你即个剧本小可解释吧，爱互即个外国人嘛会当看有，是毋是做一撮即个无共款的改变？是，我头大先嘛是咧想讲，要来讲大稻埕的故事还是要讲？应该是讲要讲台北的故事，嘛亲像咱的报警共款，是讲要来讲101，要来讲信义区，因为这是可能101是全世界拢真了解台北的一个地标一个 landmark。嘛想讲，但是这种摩天大楼，这种高楼大厦，世界其他城市拢有啊，你要。比嘛比袂过纽约啊，你要比嘛比袂过东京啊。咱台湾敢若有即项物件会当甲人比拼的，我就想讲，是爱转来到大稻埕因为即个大稻埕，咱即马讲的汉药材啦，咱即马讲的即个即种古迹的即个建筑物啦，咱即马咧讲，譬如讲上庙城隍庙，咱即马咧讲即个遐嘛有即个李春生教堂，遮尔多物件，这就是其他。所在无的，这就是敢若台湾才有的，所以就爱剧本小可改一个，小可改一个啊，互外国人看嘛，知影讲这是一个我们说台湾美学所以小可有一寡人会讲乡下故事拄开始咧看敢若咧迄个大稻埕的小改安尼他讲咧介绍什么所在，但是我就是有一点即个部分，因为我想要甲全世界190几个国家的观众来介绍一下，讲你即马要看即个故事是伫个什么款的城市内面发生的，所以小可有一点背景介绍是但是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我感觉尾播出了后，一直到即马伫 Netflix 顶头阮常常拢收到世界各国的即个观众朋友，拢比如讲德国的啦、英国的啦、巴西啦巴西我根本不捌去过，对啊，但是毋捌去过巴西，但是我已经有巴西的即个影迷啊，fancy 讲我看你的节目，即个某人即个足可怜的倒一集的时阵安怎，你会感觉讲这真正是。已经实在是穿越世界了，你会当用这个 Netflix 的这个190几个国家的这个力量，咱真正会当把台湾所上好的故事会当传出去，而且全世界的观众拢看有，这是最重要的代志。讲到剧本，讲到导演，这两部分拢是你较强卡的所在，对无？导演。迄讲你伫即个校园内底，嘛专心指导因安怎去演戏。咱现场会使是翻一个无？
因为我伫个我是伫个细心读电影嘛吼，啊，但是我尾仔嘛伫个即个台北艺术大学读即个表演安尼吼，所以我进前嘛是一个演员安尼，所以我算讲是导演分做几多种啦，啊，我算讲是对表演较重视的迄个一个导演安尼。对我来讲，表演实在是讲是真困难吼，但是嘛是真简单。其实咱每一个人，逐工你生活伫即个世界，你就是咧表演，因为你对恁太太讲话一款，啊对妈妈讲话一款，对即个同事讲话一款，对你的长官讲话又搁一款，吼，你一定是拢无共款的一个，所以逐工逐个人拢咧表演，但是你真正要甲即个表演变做是你的工课。你今日有台词，你今日有对手的时阵，你要安怎甲演出来？是较困难啦。但是比如讲主持人讲你喜欢，比如讲我常常甲我的演员，还是甲我学生吼，拢喜欢一件代志，就是语言哦，实在是上尾啊发生。什么意思咧？咱一定是头壳内已经有一个想法啦，想过啊，要讲什么？若是譬如讲，我即马。要讲台湾新眼界这5字，但是其实我是足受气的。台湾新眼界。对，譬如讲，我是对你足受气的，所以我讲台湾新眼界。哦，敢若咧甲你吵，是安尼。但是因为我心肝内有安尼想嘛，我若是台湾新眼界，是要甲你塞奶，对无？台湾新眼界。系啊，台湾新眼界。哦，所以变做讲表演你爱。拢爱甲分开，是哦，语言是一个所在，啊，而且咱袂当干那看即个语言表面的意思，哦，我常常伫个即个上课的时阵用的是，比如讲，多谢，咱讲多谢，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真多谢嘛安尼，但是咱讲多谢嘛，有时阵是用口说的啊，多谢，哦，多谢，哎呦，点解唔多真多谢？字面上是这个真多谢的意思，但是我内面唔是这个意思。内心的情绪无共款，所以这就是表演真趣味，啊，甲真丰富的一个所在。而且唔那是一般的演员会当用，其实一般的观众你平常时也嘛会当用伫你的生活当中啊。比如讲，你都知影讲对无？啊，恁做朋友你都爱听好听的话啊，啊，你都总是爱小可表演一下。哦，所以我感觉这个表演，嘿，三奶一个啊，这比如讲，你就是爱听讲你讲伊水嘛，啊，你都逐工讲一个。虽然讲，小可有一点表演性质啦哈，但是表演就是会当互看的人会当相信，会当互看的人感觉讲啊，你的情绪是啥物啊，所以我感觉表演若是专业。表演嘛是生活当中会当用到的物件。咱等下过来看到这个叶天伦导演哦，伊拄则讲到这个大场町是伊的故乡，真侪这个电视电影，拢是对大场町来，咱来看一下 VCR。故事拢讲袂煞啊！你看你每一间翻的厝，也是比如讲顶悬这个巴洛克式的物件，拢是一个故事。你凊彩行入去一间。头家娘点仔咧开讲，拢是故事啊！吼，比如讲，伊就讲，哦，阮查某囝、阮囝拢无要接阮的事业，我即摆唔知即间厝要安怎，这拢是故事。伫大场町散步是导演叶天伦的日常，拢亲像是探险共款。大场町总是好有真侪发现。哦，你看，啊个外国剧组点仔咧拍伊，唔知是这是多一个，这可能是菲律宾。So is that the documentary you're filming? Filming for like Netflix in Philippines, I1. Okay. I1 team. So it's in the cell phone. the drama or Romance comedy. romance? Oh, romance comedy. 自阿祖开始世代，拢是大场町人。大场町唔但是叶天伦生活中心，也是信仰中心。随身所在护身符，就是为下海城隍庙求来的。可能是2013年，咧拍电影《大场町》的时阵，嘿。特别来求的吗？我迄个时阵有家己求，啊嘛甲剧组吼，剧组所有的人，比如讲有开车的，电工组啦、摄影组啦，每一组啦有开车的，我拢求一个，因当挂在车顶，保平安。除了生活信仰，大场町也是叶天伦拍片的灵感来源。自1999年的《天马茶房》到《浪淘沙》《四姑阿嬷》《大场町》《知识大场町》，
甲电视剧相声故事。导演叶天伦透过镜头，用无同的角度讲故事，连接在地人和大稻埕，让人更较深入认捌这个土地的时代记忆。2014年拍《大稻埕》这支电影的时阵，为着要写这个剧本，所以爱读真侪遮个所在历史的资料，爱访问真侪人。这个时阵，我发觉到，大稻埕阁有另外一面是我的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嬷毋捌甲我讲过。比如讲蒋渭水，比如讲阁有真侪即个地米的故事，还是讲有真侪即个布料的故事，还是讲原来遮阁有过雪湖，就是咱即摆后壁看到即幅图的即个作者。所以，我才哪咧了解，哪咧看这资料，哪咧看这资的时阵，就知影讲哇，大稻埕那是我的一个祖先，我的爸爸阿公出世，成长的所在。大稻埕对台湾来讲，伫100年前，就是1920年迄个年代，大稻埕是台湾文化、甲艺术、甲商业真发达的所在。自建筑、产业到人文艺术，大稻埕四界拢有戏。除了早就熟悉这个土地的点点滴滴，叶天伦爱文学电影，来自伊的家庭。妈妈是电视剧制作人，爸爸是国内知名的广告制作人。在作家好朋友杨清楚、黄春明鼓励之下，行上电影这条路。对着爸母的坚持，叶天伦继续透过影像，将台湾文学小说搬上大荧幕。今年佫翕到《鸟翅旁地请人客》。这是王正和老师的作品。伊本来写的是1970年迄个时阵，台湾这个工业化时代拄啊开始的时阵，写这个婆媳那大家新妇的关系。但是阮甲改写变做2018年现代的故事，同款大家新妇的关系嘛是拢同款。所以这个隔代教养啊，才会记得。其实我感觉这就是文学作品上厉害的所在。伊可能是40年前的作品，但是你即马过来看，你发觉讲哇，迄个时阵所写的作者就已经有一个 vision， 伊知影讲未来30-40年的发展是啥物款。有人讲叶天伦甲大稻埕这个看板切到名切到金，但是伊嘛讲，这有讲不完的故事。叶天伦要用电视、电影的力量，继续维持大稻埕的好名声。但是我知影，我一回去，我都唔知影讲什么时阵才会使个转来这个舞台，有可能一世人都无法度啊。但是到老尾，我也是选定，因为我感觉阮老母是我一生当中上重要的人。欢迎登来台湾新安界过年特别节目，影视团唱温柔情，得风浪漫罗满心。所以要带大家来看歌手罗满阿德的这个故事哦。咱讲到罗满阿德哦，当初时因为替林强唱一条广告歌，叫做啥嘞？呛呛滚哦，名声是千家是抓袂掉哦。迄当阵，咱讲伊的演艺人生，当时要起步要大红，却因为上敬爱这个妈妈来破病，爱登去金门来甲照顾。离开歌坛是真地当，妈妈过身了后，回人生的雪淡薄来实质。伊讲起，其实哦，无要倒来这个唱歌啦，无要倒来台北啦。结果，有一天咧，有一位查某囡仔来找伊，伊讲因过咧，伊讲因母啊有甲讲过啦，讲罗马德是真有才华，嘛真有才情。伊无希望罗马德一世人拢踮一个这个金门，毋望伊会当去台北来继续唱歌啦，咱讲到伊歌坛这个演艺界走跳27档。总算伫第30届这个金曲奖摕到台语歌王。咱讲到去年2019年，对罗马阿弟来讲，是真正丰收的这个一档啦吼。伊讲金曲奖台语歌王摕伫手里，
罗马迪主持的这个广播节目，全世界上亮的这个光哦，佮摕到广播金钟奖生活风格节目奖。伊笑讲哦，加上家己是金门人奖哦，已经摕到3金啊啦吼。去年嘛是阿明哦，头一摆伫咧节目顶来唱歌，唱的就是咱台语歌王罗马迪这个开腔哦，实在是真趣味啦吼。咱讲到罗马迪讲哦，互家己50岁这个备忘录，这个专辑内底歌曲咧，亲像是温柔的这个播送。曾经我嘛想要一了百了，拢是爱食到这个岁，爱因过这个人生回顾出来，才法度唱出这款的歌曲这个开口，将人生累积来这个音乐，真正是真难得啦吼。咱看到罗马迪行过人生的顶半场，伊用歌曲来记录伊的生活，唱出属于伊的人生故事，咱做来看。2019年6月29日，第30届金曲奖伫台北举行。伫这一暝，诞生一位新歌王罗马阿迪。出道27年的罗马阿迪，曾经离开歌坛10多年的时间，会搁转来台北发唱片，有一段特别的故事。阮老母过身以后，其实我无想要回去啊。然后我就在这边，你知道我有当阵啊，迄个看棒，迄个。行李哈赶到机场，真的要坐一日。其实我很挣扎的，可是我不想去，然后我就套在行李赶去，下远把行李赶回来，就是很害怕。是有一天一个查囡仔来找我，恁老母讲叫我甲你讲哈，讲你足有才华，你足有才情的，伊无希望你真一世人。真大日子，伊希望你会使搁回去台北继续唱歌。其实，家己有那是有感受到讲，桑啊应该爱回去啊，所以到老尾我就回去台北。这就是上大的原因，因为阮老母希望我搁回去啊。真无简单，决定转来歌坛，嘛是需要问路。当时拄到互伊的歌声深深感动的经纪公司副总，决定将伊签落来。第一首听的是伊的《干巴爹干巴爹》，就是伊为金门到台北，然后思念伊的妈妈写的歌。我头一摆听，我都目屎都流来，我嘛是甲伊共款就爱哭的人，足感动的。干巴爹，干巴爹，虽然献予阮老母，献予所有即摆生活当中有足多低潮的人，真的加油！干巴爹，干巴爹。冷冷的风，阵阵的阵阵吹，吹过了关山，送来妈妈的花。你出门载我到一个爱照顾身体。给自己50岁的备忘录，然后有温柔的暴动，有这些，还有曾经我想要一了百了，这些就是一定是到他这样的年纪，然后这样子的回顾过往的人生，然后或者是说对自己的一些期许，你才有办法有这样子的歌曲产生。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用人生去累积来的音乐，它真的是很难得。用生活经验换来感动人的温暖歌声，得到转来歌坛的机会。以前少年真冲的个性，嘛受到时间的改变。现在别人眼中的罗马阿迪，是真谦虚、真值得学习的前辈对象。其实你帮伊弹了，后一届伊可能袂记得，你可能就袂记得。伊就是歌手啊，有保姆啊，有经纪啊，德哥伊拢会甲大家人的名记起来，甲大家人拢记起来，就是伊是足真性情咧看待伊身边的所有的人。德哥讲我较俗，所以老记起来。如果以后自己未来的样子，希望就是像德哥一样，就是令人喜欢，然后又浪漫，然后他又有结合传统，又有现代的一个
大叔或哥哥。已经行完人生的顶半场，罗马阿迪用歌曲来记录生活，写出属于伊的人生故事，嘛成功摕下第30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变成黄金的歌王。我不是流氓，我是来自金门的歌手。罗马阿迪自细汉伫金门大汉，高中毕业就家己来台湾打拼，想要哪读册哪做工，减轻厝内负担。迄当时从来无想过要做歌手。第一半工半读，第二毕业以后要做工人，那就固定打卡上班，做了打卡下班，看会使熟悉着某囡仔结婚生后生。谁会想去唱歌？一开始无想过要做歌手，但是嘛无想到做工是遮尔忝。因为我甲公司签7年约，做3年以后我爱过来又做4年，因为阮有建交合作迄款关系。但是做3年才偏我袂巧的，我无法卖做好啊，我死啊，我真死头啊！我想要来做看别行，真去乐器，迄阵打波若无做兵，就食无头路嘛。就去打工，去迄海国乐器打工，结果真来互调了，伫遐熟悉足侪迄款迄当阵啊，足有名迄款音乐人。就安尼，罗马阿弟从此以后，就甲音乐深深绑做伙。后来做兵转来，伫朋友开的音乐公司做制作助理，就是伫这个时阵出现改变伊人生的一首歌。做制作助理的时，迄个中间才去拄着迄条歌，林强唔唱。我去甲救火，刷成误打误撞，真做歌星。后世人觉得，因为一条歌的关系，我们整个人生都变了。我会记得迄条歌，我当阵出迄张唱片，我大哈，我回家，我才刚到家，我看到整个村的人都已经在我家了。哇，歌星大啊！一唱就唱出人生上红的诗曲，但是对罗马阿弟来讲，却是一段无欢喜的日子。坦白讲，我一直感觉我的个性无适合做，不适合当公众人物啦，歌手啦。我感觉我也是一个，比如讲，我行入这个所在，我看4个人，也是会抽干6家的感觉。就是我是一个，就是很。做自己的人都是安尼，我的人都是安尼。可是你那种歌星艺的那种生活，真的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被害成这个样子，连好好的生活都没办法，一般尴尬。我老母摕安签，你个讲啊，慢的啊，明仔你要倒台湾嘛？你家一个安尼烦恼，无安尼啊，你若真是感觉台北生活真痛苦，你倒做安尼饲啊，听我目屎边开始哭。一个人来台湾生活打拼，日子无好过，嘛伫成为歌手的迄几冬，因为对艺界的无适应，造成心内叛变郁卒。罗马阿弟讲，好佳在有阿母伫的，是伊上大的支持力量，陪伴伊行过人生上歹过的日子。我需要火热的心，阿伯要接啥？枪枪棍！哇，咱的气功赞。有哈，有赞啦哈。其实这条歌是这个本早是叫做误打误撞吼，唱到的这条歌，安怎讲咧？我拄仔来台湾的时阵吼。其实我毋是我无想过要做歌手啊，就讲我无想要做歌星，但是我有家己去组迄个乐团，伫西瓜表演，但是爱食头路啊，我伫唱片公司食头路做制作的助理。我有一天甲一个制作人去偷接一个 case， 就是讲去甲一个产品，一个泡面吼做广告歌。是。我是助理，我是去内底负责买槟榔啦、买水、买酒，互因切嘛。到内底时，我才知影，原来今仔日要来唱这条歌的是
林强，林强迄阵唱到了袂掉，因为迄阵啊，伊向前行都出了，要录第2张专辑，啊，雄雄敲一个电话来讲，啊，伊唔唱啊，唔唱的时阵，导演就足紧张的，因为这支广告，过2工就要上线啊，你雄雄甲我讲唔唱，啊要叫安怎我会开天窗，这是要安怎？啊，迄个阮制作人就问导演讲，啊导演也无安尼啦，咱找人来唱，啊要找什么款的痛的这人，啊导演就讲，啊无就做迄款唱摇滚乐，有 rock and roll 的，声音足爆足有力的迄款，啊，无啊就是你啊，就是你啊，哎就是你，是，啊无你去唱看卖啊。讲好啊，哦，你去唱唱，哇！导演讲 amazing，OK 的是 ，OK，是，真是唱了真好。啊，我唱完其实我无想济嘛，这是头接的 case， 袂使有公司知，所以我袂使四过去人讲的。啊，有一天广告出来吗？广告出来，哇！偌红的你知？有影，惊死我！泡面的广告，泡面的广告。啊，红甲因为这间泡面公司加卖。几啊杯数量，翻倍安尼卖对。啊，我有一天伫公司有人来试迄个门铃，啊，叮当叮当，啊，快递来啊！伊抱一箱迄个泡面、强棍，黄永德敢有伫有这人无？有啊，你找我迄种啊？伊讲，有你的快递哈，来，你签收者。我讲，啊，咪有一箱泡面，结果是原来是迄个泡面公司讲，阮感觉吼。这个泡面的迄款销售量卖了伤好，我想要感谢你，所以送一箱泡面来互你。我是你感谢我嘛，今仔一箱泡面，但是足欢喜的。我甲你签收的时阵，有这种年轻的感觉咧签名吗？唔是，阮头家我唔知影打好年头啊。哎呦，阮头家拄啊对后壁行出来，哎呦，啊签收了，伊讲哎，你。人命要送这箱泡面吼，我讲啊都长棍我唱，伊讲有影无影，长棍就去唱，我讲真是的啊，无你问制作人，啊伊讲哎呀啊制作人有影无影，伊讲有影，后来倒我入去，是，伊制作人倒头家入去，差不多几分钟以后，制作人就行出来讲，啊倒啊，你明仔免来上班啊，你用开除啊，哇！头路无去啊，真正无去啊！真正你讲的这个大好年头，因为阮是头接的嘛，这是公司无稳准的。但是伊讲，但是吼，无你明仔开始做歌手好啊，你来公司签约，啊开始准备出唱片。啊，我等戆遐也真是去用开除，啊真开始甲伊签约出唱片，出这条强棍，我们才开始做歌手。所以这个是。迄当阵佫是年度，这个金曲奖年度，这个歌曲，真是。哇！但是真正有先甲你开除落去，再甲你签约。有，所以我是对上啊对第一个走伫天堂去的。所以是拢一工之内。一工之内。哇！是讲1点钟之内。1点钟之内，所以迄个心情的落差，拄向 fire，拄向 fire。啊，接到我歌手啊。做歌手，但是其实我坦白讲吼，做歌手这件代志。我当然我是平常时咧耍乐团无毋对，但是你若讲要做一个歌星，甲人出现伫电视面顶唱歌，我毋捌想过。所以我毋知影这是好还是歹。就讲今仔日这件代志对我来讲影响我后壁太大。比如讲你今仔日看到我，啊，搁咧唱歌，而且我去得了金曲奖的歌王嘛吼。喺当初我若无这件代志，我可能都袂。有今仔日这件代志的发生，所以当初啊，有时阵人你甲我讲，啊，你对林强抱了什么款的心情？我看了伊，我是我赞哦。什么赞哦？当初若无你害我今仔日敢会这款对无？凄惨落魄。但是嘛是胜利的贵人啊。贵人是。但是我甲林强吼，我第一届我印象太深的，因为红嘛，啊我是啊我算伊迄个算伊后辈，是后一辈是。但是我其实伫即个行业内底若足久的，我会记得我第一届看到伊的时阵，伫迄录音室，我去录我的歌，看一个人倒伫迄录音室内底吊儿郎当，林强
我足想要赞的，但迄当阵啊，就是讲，我毋知影迄阵大家脾气遮歹啊，看恁想要，因为看伊吊儿郎当，但是伊少年的时阵，坦白讲脾气也无偌好啦。是，但是阮两个到老母，嘛是嘛呢吼，变做真好的朋友。是，所以安尼看起来哦，就是这个你的这个音乐路，自这个长枪棍，这个算头接啦，啊去用这个 fire，啊随换做歌手，对来讲，开始应该。豆豆长棍红啊，啊尾啊就是一路安尼红起来吧。无诶，其实开始的时阵，比如讲我转去金门吼，我会记得我第一道转去金门，我入去阮兜，哇，全村的人拢派来阮兜，来排队看歌星啊。但是我无感觉真快乐。可能就是因为我根本都还无迄款准备，想要做歌星，所以开始的时候去面对足多媒体，比如讲电视啊、广播电台啊、报纸啊一寡演出，对我来讲，其实毋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啊。我会感觉啊，足烦的。而且你知迄阵啊，今仔有3台，是啊电台啊。一寡主流的，其他的拢细嘛，所以其实你讲的话，你所做的代志，拢毋是你真正想要做的代志。我迄阵就甲阮头家讲，莫叫我搁上电视啊，因为什么？我都袂快乐，你无希望看我伫电台站吴宗宪、站胡瓜吧，对无？是毋是？因为你所有的新人哪里用佚佗的啦？是，对啊，迄阵主要是脾气歹嘛，就是安尼。所以3个月其实我得到忧郁症，哇，可能是我家己无准备好，所以我心内非常的艰苦。所以到3个月，我就甲头家讲，啊无安尼啦，咱解约。所以做这个签约甲这解约3个月。哇！我出唱片以后到解约3个月。是，我就感觉无快乐，我无爱做这款歌星。所以后尾是选择讲安怎去这个治病也好啦，还是讲这个甲这个心理拍互开。我感觉我感谢水晶唱片、水晶唱片，迄当阵500啦，陈明章、嘉龙伫内底嘛。因为我本来是，我其实是去内底食头路，我毋是去做歌手的。入内底以后，开始去阮头家讲，啊，你应该去看一下医生的。所以我有去接受治疗，而且你内底就去学到较侪物件。我感觉这人甲我是同类啊，毋是较早的外口迄款唱片公司商业嘛。是哦，原来这世界上还佫有水晶唱片这款唱片公司存在，只内底的人无需要去做迄款代志，因上重要的工作就是家己的创作较好。啊，唱片公司袂逼你去做你。无想要做的代志。是，头先讲到这个500嘛，陈明章老师，其实因有的这个镜向这个主流，啊，甲你的这路嘛小可无同款。系啊。但是你的心理会安怎想？感觉迄是因的选择啦，吼，每一个人选择无同，我感觉因真好啊。比如讲500，伊其实一开始就想，伊就甲阮头家讲，伊想要。红嘛，伊想要做一个大家拢介意的歌星。啊，你若做歌手，当然是希望大家介意，所以伊选择搁行去主流。但是你讲伊主流嘛，伊的歌嘛是足有水准的。啊，我感觉伊替台湾的这个台语的摇滚乐开创一条一条路。其实伊的功劳足大。是，所以头先嘛讲到这个500，甲你拢是相关心的。对于这个水晶唱片来讲，你的这个影响，甲你的尾啊这个后续的这个表演啊是好，还是咧创作，拢是真大的贡献的对。是。啊，咱佫看到，其实哦，你上大的愿望就是要去金门嘛，对无？金门是用唱歌吗？是，真是啊。有影，你的这个故乡，啊，其实你会回去故乡，你头拄嘛讲过，是因为妈妈这个原因嘛吼。唉，真是，你妈妈。迄当阵啊，其实我足挣扎的啦，因为我拄啊甲一间国际足有钱的唱片公司签约。其实我也知影讲，伊要甲我
互我红起来。是，吼。所以签了以后，阮老母出代志，中风，两届大中风。当阵啊，阮老母的意思就是讲，伊要倒金门，落叶归根啊。伊知影伊的性命出无偌长啊，所以伊要转去金门过伊后世人。但是我是阮兜的慢囝上细汉的，阮其他的兄弟姊妹拢有家己的家啊嘛，所以到了尾就决定讲无我转去。但是我知影我一转去，我就毋知影过什么时阵才会使过转来这个舞台，有可能一世人都无法度啊。但是到了尾我还是选定，因为我感觉阮老母是我一生当中上重要的人，我会使较早拢阮老母咧照顾我，所以歹势。因为妈妈对你的影响嘛是真大啦吼，非常大，所以我想要照顾伊。所以迄当阵，因为想着妈妈，但是这个放弃着这个事业，当时你30几岁，当要穿的这个时间，所以但是你这个选择，到尾仔来看，其实嘛是有价值啦，因为陪伴这个妈妈的时间，这个嘛看到真济。所以我转来台北的时阵吼，常常有人甲我讲，啊，你真可惜，你啊看，你今日51号，你才钓着瓜王，啊，你若无浪费迄8冬吼，无一定啊，你即摆青啊掠袂着。我毋是安尼讲，我今日有法度摕到瓜王，应该感谢我迄8冬。有迄个养分，迄个妈妈互你的真大的养分。我从一个小屁孩变一个老屁孩，但是这中间，因为我有去照顾阮老母，我看到生命的转变，去感受到足多心情啊。是，所以我今日才有法度写的每一条歌，我会使感动足多人。是，无我无法度今日得到这个金曲奖。是，所以咱就对着这个阿弟这个脚步来到金门，做伙看伊的故乡。台湾来的人客，欢迎来看看。受邀请返来金门唱歌，罗马阿弟当然爱顺线来甲老朋友拍照好开讲，品尝怀念的故乡滋味。Hello， 今天要敬酒吗？没有，今天没有酒可以恭喜哦，好厉害哦，真的很了不起。哎呦！罗马阿弟对金门故乡有真深的感情，不过当时伫台北决定返来金门，却是充满无奈的心情。当初就是因为阮老母中风啊，阮老母2届大中风，啊，阮老母想讲伊年岁大，落叶要想要归根，所以伊要返来伊心中的所在，所以坚持要返来金门。但是对罗马阿弟来讲，一边是事业当要发展，另外一边是需要人照顾的妈妈。伫咧做决定的时阵，心情是非常无奈。迄当阵拄啊好35岁，我的事业拄啊咧起步。迄当阵我有国际公司签落去啊，就是足大的国际公司要我出唱片，会感觉讲还是有一些不舍，你知道？对。放弃我打拼这么久，这到老尾就是，我感觉阮老母是我生命当中上重要的，所以我选择阮老母。返来金门的日子，就是24小时伫妈妈身边照顾伊，但其实照顾病人的同时，照顾者嘛真需要有时间通休困。非常的忝，所以有当阵啊，阮兜的人会返来带金门讲，啊无看你要出去。休2-3日啦，但是人真奇怪，你习惯了以后，你出2-3日，你会一直放心不下，一直在想讲，啊，若无我对的，唔知因照顾会好袂。我大概有当阵啊，去1日我就马上要带，我来。
返来金门生活，除了全心全意照顾妈妈，嘛是不三时找朋友开讲讲心事。朋友的鼓励嘛是真重要的力量。阿德回来，我是认为那是一个沉淀，并不是一个休止符。这个沉淀，我就如我在他的对家乡、对土地、对家人那份情怀，我可以看出未来他的音乐的能量是更大的。我为台北带西园过，过去8冬，过去8冬以后，才搁到台北去甲人竞争的时阵，其实是拄仔一开始我是足惊的，唔知影要创啥。40几岁的人啊，才老啊，演艺圈是愈少年愈厉害，愈有机会。但是我是很想的讲，无我就来写我家己的故事。罗马阿弟有上浪漫温柔的情怀，伊的人生故事真长。尤其伫金门的这8冬，过着平静简单的日子，对人生的感受嘛，拢变成伊写歌创作的灵感。光点伫箱底迄条飞机老花皮，交错着一家搁一家分明的乌白。囡仔思着你心头的温度，输出了一段路途。哇，花皮，所以自这个92年长棍迄条歌，这个金曲奖第1届，啊尾啊你的人生总算是第4届时阵，得到这个金曲歌王。其实哦，咱咧讲英式传唱温柔情。地方浪漫罗马心，今日非常感谢咱的阿迪来到咱家现场哦，来甲这个观众朋友唱歌也好，讲你的心情故事也好，真正非常感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收看，咱后回再会，拜拜。我讲啊，我的朋友，人生苦短，世事无常，我甲你。有缘相拄，是何等的难得珍贵。今夜。